簡單，天底下第一等容易的事情就是念佛往生。第二件容易的事情就是墮入三惡道，不往生西方，必墮三惡道。沒有不墮三惡道的，就算你今生有修行，來生不墮三惡道，來生一定墮落三惡道。所以印光大師才講，往生西方比來世做人還容易，來世做人比求生西方還困難。為什麼到西方成佛容易，來世做人反而難呢？因為來世做人要靠我們修持五戒的功德，靠自力。往生西方是靠佛力，故而容易。往生西方，無量壽經裏面有幾句話，其各不認為自然之所牽，升到無窮極，而往而無人，很容易往生，結果去的人不多。為什麼？大家不相信。什麼叫自然之所牽？自然地往生極樂世界，毫無勉強和造作。我們只要稱念南無阿彌陀佛，沒有一個人不往生。不需要你在那裏擔心害怕說，我這樣能往生嗎？不必擔心，不必害怕。浮木入海鹽，比如說我們把一塊木頭丟到長江裏面去，這塊木頭一定會隨着江水到達東海，會不會？一定會到達東海，除非在半路上被人流流起來，或者是被樹叉擋住了。我們不需要駕着一條船跟在木頭後面看你到哪裏？到東海，不需要，他自然會到。即使看不見，也知道必然如此。木頭就是我們，風水就是念佛的法門，就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。東海就是極樂寶國，被樓起擋住，就是雜行雜修。我們來專念南無阿彌陀佛，等於把我們的身心歸投於阿彌陀佛。所以南無者即是歸命，阿彌陀佛即是其行。我們歸命阿彌陀佛，這一生一輩子就是念佛願生西方，等於
是把我們這塊木頭投在六字名號的長江當中，沒有阻擋，它自然是前浪後浪，浪浪往前走，而自然地回到極樂淨土。這是靠六字名號的力量，所以我們往生極樂世界很自然被阿彌陀佛的願力所牽引，自然之所牽，遠地易達如出門旅行，有的時候到達萬里之外的地方，反而比到達百里之外的地方還要容易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交通手段不一樣。比如說，我們從這裏要去金門島，要自己游過去的話，那很困難。要跨過太平洋到美國去，反而容易。為什麼？坐飛機就可以了。為什麼那麼遠反而容易，這麼近反而難呢？因為我們所依靠的力量不一樣，一個是靠自己，一個是靠飛機。靠自己沒有這個能力就很難。坐飛機是靠飛機的力量就很容易。我們到10萬億佛土之外的極樂世界反而容易，因為我們乘坐的是六字名號的航班，要轉生人天反而難，因為是要靠自己的力量。可知仰靠佛力的重要性。南無阿彌陀佛。